假如你得1000蚊 budget， 應該買咩好？買盒新嘅圓盒平平地都要幾百蚊，作為投資嘅話就唔建議你買新出嘅圓盒，因為新卡印刷量大，往往要擺到佢差唔多停產先會升值，筆錢集得來，回報未必好高。與其係咁，不如買啲啱啱絕版嘅卡款，就算以前唔值錢嘅 RR 卡或者係 RRR 卡，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升值能力都驚人。就以呢一盒2019年推出嘅 SM12A 為例，入邊嘅 RR 卡比卡超，而家 A 品已經要400蚊，至於 PSA 10已經升到去1700蚊，而另外一張 RR 卡夢夢同埋超夢夢 A 品都去到480蚊，PSA 10就去到1900蚊。呢兩張卡反映到以前冇人要嘅嘢或者唔值錢嘅嘢，依家都有一定嘅價值。而今集最推薦 VMAX 同埋 V-Star 系列，呢兩個系列已經停產咗，加埋幾年前嘅 Pokemon 卡印刷量冇依家咁多，而全球嘅玩家、收藏家同埋投資者就越嚟越多，舊卡供求失衡，卡價自然就會升。入邊有最受歡迎嘅精靈、噴火龍、比卡超、夢夢、超夢夢同埋裂空座。A 品目前暫時都係大概50到200蚊左右，而且仲要係全圖，畫風亦都好靚，無論係收藏抑或係投資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。喺本金唔多嘅情況之下，可以買幾張 A 品，就算唔鑑都有唔錯嘅升值能力。等之後資金充裕，再送去 PSA 鑑定，拎到 PSA 10嘅話，回報可以有幾倍。卡牌投資從來都唔係大戶嘅專利，只要眼光夠準，就算只係得1000蚊嘅預算，都係有唔錯嘅回報。以上策略純粹係個人經驗嘅分享。如果中意呢一條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支持一下小弟。下集會同大家分享更多 Pokemon 卡嘅資訊。